問下兩位先，頭先咧就睇咗你哋傑咧為今次世界盃咧係拍嘅，即係好精彩嘅嗰個表演啦。可唔可以講少少？嗰日佢啲表情都好誇張㗎，同埋嗰日因為即係要感受世界盃個氣氛啦，咁我哋有一段戲都係要好激動，咁所以 keep 住咁嗌到把聲都沙，係啊，佢都同我講我扮嗌啦，我聽佢唱歌嗌到，所以都好好玩嘅。跌咗啊！最後出晒個其實出唔到呢個，係好似見咗啊嘛。係Ivy咧，我覺得嘅趣事最有趣，我記得就係、其實有啲定格嘅畫面，係我哋本人親自定格，而唔係用啲咩CG 啊特效嗰啲嘅，所以我覺得個過程係幾得意，因為同啲人一齊玩佢好搞笑啦，不過有幾秒鐘都差唔多笑咗嘅，但係好彩最尾都一剔過搞掂。咁我拍完呢一條咁精彩嘅宣傳片啦，我想問下兩位啦，世界盃方面嘅話，之前邊一隊心水去睇？我支持阿根廷啦，即係因為美斯都應該係最後一次嘅世界盃啦。咁上屆佢都即係好成功咁樣拎到呢個世界盃，希望今年佢都可以繼續再下一城。現場有冇啲阿根廷嘅球迷美斯球迷？或者邊隊嘅 fans 你中意邊隊嘅？咁我問下 Ivy 啦，有冇話支持邊一隊球隊，或者有冇特別想睇邊個球星啊？我自己咧都係特別想睇美斯，因為都係啦，可能係最後一屆啦，佢上屆攞咗冠軍，希望今次如果再創奇蹟就好啦。兩位都係美斯 fans。再即係就原本啦，真係可能喺佢哋之前最後一個世界盃冠軍。咁啊，今屆世界盃咧就104場嘅賽事啦，亦都係好多時間上咧都可能係凌晨啦或者朝頭早啦。有冇啲 tips 分享俾大家點樣去準備呢一個世界盃咧？對我嚟講，凌晨同埋朝早啲時間係啱我嘅，多數都未瞓覺，所以啱收工係好適合我呢啲夜貓。同埋今次 Now TV 有個 4K 直播啦，咁大家拎個手機出嚟已經可以隨時邊度幾時都可以睇，咁所以十分之方便啦。同埋今次有個新嘅技術，叫做低延遲技術，所以大家絕對唔使驚劇透啊！即係如果你同啲朋友睇，如果人哋唔係用 Now TV 嘅話，你會早會知道出波啦咁樣，咁就即係快過人哋一步。Ivy 咧，咁我嘅小比拼咧，我就諗住買好多嘅零食，因為我覺得有零食啦，陪住我嘅同 friend 傾偈嘅話咧，應該可以提高我嘅神去睇完場波嘅精神。咁第二咧就係準備 Now TV 嘅 app 啦，因為 Now TV 嘅 app 咧，我都可以隨時隨地睇到之餘咧，佢仲有個 AI 整合大數據，然後再加埋 IQL 同咗同學上去分析啦，再加埋95年嘅一個世界盃賽事嘅數據，咁我覺得令到新手學明啦，可以睇得開心啦。係啊，嗱，有咗呢啲 AI 嘅程式幫手咧，真係好掂啊！如果你新手學明咧，即係可以變到好似足球專家咁啊！我 friend 睇波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咧變到好似專家咁一樣啦。因為咧，其實咧有 AI 幫手分析啦，就連咧有邊一個球員最有機會入波咧，其實咧都係可以預測得到，係有好多層次唔同嘅預測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以前咧睇波，我可能都靠 feel 嘅啫，咁啊，邊一個球員會入波先咧？依家就唔同啦，依家可以咧用我哋嘅 AI 大模型咁，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數據啦，好似係啲球員嘅跑動熱區啦、傳球成功率啦，甚至係邊路線比較有威脅啲咧，都可以睇得到。成件事咧係好似咧成為咗領隊教練咁樣，用一個好專業嘅角度咧去分析場波啊！咁啊，Eden啊，對於呢個即係 AI 嘅功能你點睇？十分犀利啦！啱啱都講咗十分之多嘅功能啦，咁我哋睇到仲有一個可以分析即時分析呢個關鍵球員嘅狀態啊，例如對手嘅弱點啊，甚至預測幾時會入波啊咁樣，咁所以係令到睇波呢個體驗更加多元化啦。真係好似有個好專業、好識波嘅朋友陪住你成個冇錯。咁同埋咧，仲有一個 AI 波嘅功能，好似話，即係因為即係如果太夜。